今次同大家推介摩洛哥加特尼斯北非雙國奇幻之旅16日行程，一次遊兩國，一趟玩晒北非兩大重點國家，兩地經典城市、世界文化遺產全部走勻，仲有好多地道小食同特色玩樂。聽我慢慢同大家介紹呢個行程。我哋由香港機場出發，經多哈轉機飛往摩洛哥卡薩布蘭卡。落機後先去出名鴿子廣場、穆罕默德五世廣場，周圍有市政大樓、法院同銀行，大家可以休閒散步影相。再沿邁阿密濱海大道欣賞大西洋海景，打卡電影卡薩布蘭卡經典場景里克咖啡館。休整後參觀世界第3大清真寺哈桑二世清真寺，再去世界文化遺產馬扎江葡萄牙城。呢度係昔日葡萄牙殖民地，保留16世紀城牆、堡壘同儲水池。之後前往風之城索維拉，逛漁港市集，睇街頭藝作，登上斯卡拉港堡壘，係全城最佳觀景位，喺高處飽覽漁港南船、老城同大西洋絕美日落。遊覽有紅色之城之稱嘅馬拉喀什，係摩洛哥4大皇城之一，足足有800年古都歷史。成個老城全部用當地紅泥紅磚起，連19公里長嘅古城牆都係磚紅色，遠睇一片暖紅，好有特色。當晚特別安排咗北非特色晚宴，品嚐正宗摩洛哥菜，席間有民族歌舞、馬術表演。睇完節目返酒店休息。全日深度遊覽馬拉喀什，先參觀唯一對外開放嘅皇室宮殿巴西亞皇宮，再去畫家打造嘅 YSL 馬約雷納花園，色彩繽紛，超好打卡。跟住去到城市地標庫圖比亞清真寺，中午到德吉馬廣場自由試地道小食，睇街頭雜耍。我哋特別安排馬車巡遊，坐上傳統造型的馬車，一邊用相機捕捉兩旁市街的景緻，一邊暢遊盡覽馬拉喀什歷史、皇城、舊城、遺跡、世界文化遺產，慢慢感受當地風情。跟住途經提什卡山口，去到電影《盜墓迷城》取景地埃本哈杜古城，坐落阿特拉斯山脈，係當地保存最好嘅古堡，亦有摩洛哥好萊塢之稱。之後前往塔姆納格特城堡，好多電影大片都喺呢度拍攝。次日一早出發，徒步穿越紅色石壁的奇景，前往綠洲小鎮達代斯河谷，呢度係當地帕柏爾人傳統村落。再去世界10大美麗峽谷之一托特拉峽谷，之後換乘4驅車深入撒哈拉沙漠，去到梅祖卡騎駱駝欣賞大漠日落。遊覽沙漠小鎮艾爾庫德，途經蘋果之城米德特，穿越阿特拉斯山脈，抵達北非小瑞士伊芙蘭小鎮休息影相，遊覽菲斯古城，呢度係摩洛哥4大皇城之一，北非重要宗教文化藝術中心。全日暢遊菲斯老城，先外觀菲斯皇宮，皇宮有7道城門，代表7個幸福。再漫步2800年歷史嘅菲斯舊城區，9000幾條小巷縱橫交錯，城內只靠驢子通行，彷彿走入1001夜故事入面。沿途參觀布日盧南門、布伊南古蘭經學校、那扎林拿泉、穆雷伊德利斯2世清真寺、卡拉韋恩清真寺與大學、濟格染料場、梅里尼德王朝陵墓等，前往菲斯城最高點，拍攝1000年古城的菲斯墓式全景。早餐後前往完整保存嘅古羅馬帝國遺址沃魯比利斯，屬於世界文化遺產。去到摩洛哥4大皇城之一舍夫沙曼，全城滿布淺藍小屋，猶如水彩畫般漫步麥地那舊城區，好似置身希臘聖托里尼藍白小島之中。
前往世界遺產德圖安努城，漫步舊城區，參觀穆罕默德五世大道、哈桑二世、皇宮廣場、傳統市集，一路向北去到摩洛哥最北端城市丹吉爾，同時睇到地中海同大西洋風光。先後參觀卡斯巴古堡傳統市集，去到斯帕特爾海角燈塔，再由大力神洞、克爾克里士之洞、山洞天然輪廓同非洲地圖相似，高處可以眺望直布羅陀海峽，視野開闊。前往文藝小鎮艾西拉，滿街特色塗鴉，充滿藝術氣息。之後去到首都拉巴特，摩洛哥四大皇城、國家政治文化中心。我哋會去到碟中諜5取景地烏達雅堡、哈桑大清真寺、開國君主穆罕默德五世陵墓，亦會觀賞麥克蘇爾清真寺及皇宮。之後由卡薩布蘭卡搭機飛往突尼斯，落地後前往地中海藍白古城哈馬馬特。迷宮式舊城區搭配舒適度假海灘，去到伊斯蘭教四大聖地之一海魯曼，擁有300多間清真寺，參觀海魯曼大清真寺、古老蓄水池同北非最大奧格巴清真寺，再遊覽古老陵墓，前往世界3大競技場之一埃爾傑姆鬥獸場，規模僅次於羅馬鬥獸場。喺蘇斯遊覽3000年歷史老城麥地那，欣賞大清真寺同特色伊斯蘭建築，再到有地中海花園之稱嘅康大維港，到訪昔日強國迦太基古城遺址。傍晚前往網紅藍白小鎮西迪布塞爾德，純白小屋配藍海景色，打卡一流。閒逛麥地那舊城區。街道遍佈傳統手作工坊，漫步香榭麗舍大街，欣賞歐式教堂，外觀使館建築，感受新舊城區交融風情。之後前往機場，經多哈轉機返香港，結束呢趟愉快嘅北非雙國奇幻之旅。呢條行程全程純玩，無自費，無購物，安排專業工作人員隨團照顧，讓各位貴賓團友盡情暢玩，盡享一段舒心的旅程。